议嘛，主播更新快点。我也想啊，主要是现在刚来这边，然后我赶路，从国内赶到这边，坐了一趟飞机，坐了好几趟动车又地铁，哇，那两天没睡好，坐的我腰都痛了，你知道吧？坐的我腰都痛了，所以说最近一天一更。休息一下，等以后视频多拍了，有空了视频多拍了，我就一天2更嘛。哦，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啊，加德满都的都跑到这里来看了。我也去过，尼泊尔的妹妹是不是长得黑一点？去了我需要注意什么？听一下看看。米空啊，安娜9块。就这不安娜多高？主播1.5米左右，没有，安娜1.6米、1.65米左右。米坤嘛，安娜都听了。听不到。不能听，不能拔掉。下次我拍照片。好学，这边你只要肯学，哪有学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学老挝语。刚来就泡到妹子了，我才来了两个多月啊，快3个月了啊。小心帽子抓你！他爸都说啦，哪个帽子敢过来就把他帽子给开除掉。那哈，当然拜托你当然听了，不维了哈，明白？他爸爸说的，安娜跟我说他爸爸有，如果说有过来的就把他给工作给开除掉。他说，哇，就算高个子啊，能不能亲一下？你替国人亲一下呢？安娜小虎牙挺亮的，她是有镶了钻笨没？拧没？那有镶了个钻，哎，等你。安娜熬啊。熬了，不熬了，等你木米了，等你木米了。听了。听了，他说那一颗钻被他弄掉了。哦，他说也要把另外一个那个钻石给摘掉。明年不熬了。不骂了。不要，你还钻2个孔，把那个钻镶上去，现在又不要了。还没有确定。玩不能玩一辈子啊！有1.9米找老婆，那太高了，1.9米对于他们来说太高了，他们1.7米、1.8米左右吧，差不多会觉得好一点。欢迎哥哥姐姐们，没点关注点关注支持一下啊！等你吧，拜。慢慢学会交给安娜。这个安娜不让安娜学哦，不让安娜学剪辑，这个我自己学就好了。剪不好，等下就大家都不看了，对不对？你玩呢？妞妞这几天去哪里了？这几天就在这啊。前几天嘛，你是说前几天回国啦？回国一下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你就当她是我女朋友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是吧？木瓜在后面呢，在厨房呢，还没弄呢。对。不糊的，快糊的呆了吧？快糊可困了。教安娜学中文，她有时候比较懒，不学也是个好处，学多了不好，学多了等下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被那些不良的人骗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不要学太多，学一点点就好了。他能听懂我说的一点点，其他的听不怎么懂。你看真漂亮，给他买平和自己买13啊，工作机。你看给他摔了已经，离摩汉108000里哦，600-700公里。我离摩汉600-700公里，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啊，谢谢，把他的小虎牙给修整一下。你可你听了，不听哈？听不到吗？啊，不能听，不能不要，这女的太旺夫了。是啊，旺夫啊，多听话嘛，叫她洗衣服，叫她洗澡就洗澡是吧？叫她吃饭哈。听了按不？听了不按吗？这牙齿安上去的嘛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安上去的，真的。米坤话安娜都你 K 多了。
哎，คิดว่า真的不是假的，已经被不良的骗过了没有啊？不打算带回家吗？不教中文，教一点，少教一点嘛，教的嘞，慢慢教嘛。感谢送出鲜花啊，剪不好不做，永远不会，永远做不好。叫安娜为你内助，安娜拍视频就行了，我来剪嘛哈，对吧？安娜你要学中文，要先把它进，很好看，它是姜色。安娜帮你写张，没有，帮我洗过头。安娜老爸以前是部队特种兵，对，特种兵是的。前面这个戴眼镜的是谁？不良少年骗过我？是我吗？我是不良少年吗？我是良少年啊。嗯？中文要学的，以后到中国来有工作。以后到中国来有工作。他还要啥工作啊？拍拍视频嘛，对吧？他拍视频就是他工作了，现在。不是在风沙里，不是在风沙里，没有。风沙里的话，他中文就很好了。风沙里的中文会的很多哦，很多人会中文。欢迎啊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给他一月开多少工资？他一个月开多少工资？这个不能说啊，对不对？工资不能说，老人，不懒啊，安娜挺勤快的，洗衣服，是不是？老欧哪里？老欧川快。哥姐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支持一下啊！平时也有拍一些视频，可以去作品里面看一下啊，哥哥姐姐们。那里幸福指数比我们高多了，对呀，人家又不攀比，又不什么，感谢无名啊，感谢无名。这边他们都不攀比，因为大家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没有钱。也不去攀比哦，谁家有车嘞，有房嘞，不去攀比。可以来找你们玩吗？可以呀，你抱着没有其他目的的话，没有关系哈，过来玩玩可以的啊。你要说让我给你找媳妇儿，那没办法啊。你说帮你去认识一些人，那倒是可以哈。女孩子非常勤快，对他们很勤快的，天天就上山插秧啊，割稻谷啊，又是上山去抓老鼠啊，抓螃蟹啊，河里面是吧？没东西吃了，就去山上弄一点东西吃就好了。带安娜去中国，要证件，要手续办起来，比较麻烦的，不是说谁都能去中国的啊。现在咱们那边证件比较麻烦哈，是吧？老挝园区是不是挺近？有啥园区？没啥园区的，啊，我都还没见过什么园区不园区。等下去中国，兄弟们要娶那，不知道和我抢，兄弟我要娶娜娜，你不要和我抢，不会和你抢的哥，你粉丝灯牌粉丝都没关注也没点，灯牌也没亮，你说你要过来抢，对不对？你不投资哪有产出呢？是不是？马来西亚的可以过来玩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啊，马来西亚、西班牙都可以。旅游签过来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办手续。手续他去中国手续比较麻烦，啊，那手续比较麻烦。林牛你是哪里的？浙江的啊，浙江温州的啊，不能再详细了，好多在外国找啊，带回来过日子啊。也有人在外面找带回去的，你要首先要办手续才能带呀，是吧？手续办好可以带啊。不怕马来哥吗？马来哥是谁啊？
哦，你说那个马来哥，我不怕，有啥好怕的？马来哥颜值有我高吗？啊？我就想马来哥颜值有我高吗？是吧？那好。感谢啊，感谢我影子啊，感谢影子送出来的龙抬头，感谢影子哥。感谢影子哥。影子。影子。啊，感谢影子哥。感谢影子哥。对不？对。国内过舒坦了。感谢影子哥救了。感谢影子哥。牛牛是哪个？牛牛是哪个？眼镜换一下，这不好看。影响气质。不戴眼镜好看吗？哥哥姐姐们不戴眼镜好看吗？啊，不戴，不傲 ，OK 不？嗯。不 OK。眼睛太小了，没办法，看不见啊。不 OK 哈，奥德利 OK 哈。牛牛是哪个？牛牛是我哎，感谢影子哥。感谢影子哥。牛牛就是我啊！牛牛写作办完了，证件好了，不然在那回中国回不了。牛牛你得提前办好。对，我就是准备要提前办好嘛，比较麻烦，你知道吧？办这边手续比较麻烦，所以说我先给他厕所弄好了，慢慢的之后再给他办理了就那个带他去看。哦，我没想到中国那么好，他会看到，是吧？高楼大厦什么的。那你的牙齿里面菜叶子，不是，那这个是他镶的钻掉了，镶的钻掉了。感谢影子哥啊，感谢影子哥送出来的亲吻。感谢影子哥。等你变样了，等你。嗯，不护的。不是菜叶啊，他那个是牙齿上，牙齿上的那个钻掉了，那个还在，你看，还在。所以说他要把另外一个弄掉，要不就再镶一个奥德尼哈。啊？奥德尼。都是想出国想屁吃的，有夫妻相。呵呵，等你晚年没？我不会啊。晚年。俺那不喝哈。我呢？等你不喝在，等你。嗯。对，挺可爱的。不错，不好。拿掉不好看。是啊，准备把它拿掉，给它补起来。那2个洞，他非得要去装两个什么钻石上去了，是吧？不拿掉就像僵尸呀。牙齿不能拿，牙齿怎么能拿呢？这牙齿啊，下面不要露出来嘛，上面露出来，对。这2颗牙子确实有点恐怖哈。安娜是你女朋友吗？就去找她。安娜是 fan 哈。是，不要来找了啊。上次有2个过来想挖安娜呢，一个胖的，一个瘦的，过来说带安娜去拍视频。后来安娜说我不懂中文。我不懂中文。不会ภาษาจีนมั้งเอาไปเลยไหมฮะ欢迎啊，欢迎。可以偶尔和老挝用大象 PK， 不是说打 PK， 我不喜欢打 PK， 不喜欢打 PK， 我就卖货就好了嘛。大家支持一下，能买一下支持一下牛牛的就行了嘛。平时也我都是卖自己用到的产品嘛，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卖货，把原子花在刀刃上嘛哈，对吧？你花出去的东西，你有东西到自己手上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挺好的。什么时候宣布婚仪式？什么时候宣布求婚仪式呢？这个不知道哎，这个安娜向我求婚，是不是？你问安娜，你像不像坏人？安娜，
米坤娃快低不坤，快低不？低个不低？咩啊？低个不低？快。低。低。安娜娃快低不？低。他说我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他们一个直播里面也是有越南找来的女孩子，不给让他碰，不给让他碰，让他碰。亮，希望不像是那样，不会。你说真的，虽然我也有丫头，这丫头是国外人，和我没有关系，但我也挺喜欢这丫头的。米克马安娜，妞妞不是可以出镜吗？出镜啊，对啊，出镜啊，你看。灯不小啊，你们这一天看哪里灯不小？感谢来傻送的小心心啊，谢谢。你跟他说想不想跟你结婚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安娜。米坤娃เอาใคร安娜定案吗？安娜เอา不？不会。安娜说不知道。娶了安娜吗？没有，而且他花了钱，金银首饰都买来了，结果还是不让他，基本上花了，所以继续。而且他要回家。没有，安娜什么都没有要我的。我说要不要拍视频，安娜说没关系，可以啊。安娜我一看，拍视频安娜还挺上进的是吧？又勤快，我说可以把安娜生活记录下来给大家看。看妹妹可以，不牛牛，不看牛牛，看安娜嘛。估计你二妈也喜欢这丫头，喜欢，都挺喜欢的。安娜两个虎牙蛮旺夫的。就这样，这两个虎牙。我跟你讲，就是笑的太治愈了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说心情不好，一看他笑，哎呦，什么烦恼事都没有了。赶紧带回家，你父母一起过吧。可以呀，主要是要给他办好手续，手续比较麻烦，你知道吧？咱中国签证也不好下，你懂吗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。不是你下去要对他好，而是钱这方面全部归他。结了婚。没有，啥都没谈，没有，不谈钱。要谈钱就不谈感情，要谈感情就不谈钱嘛，对吧？安娜很清楚的，她很善良，没有跟我谈过什么钱不钱的。没有，我睡车里，我有个视频有发过的，我睡车里的，安娜睡房间里这样。不回来过年嘛，牛牛，过不过年都一样，没钱待家还是打游戏，天天躺在那大眼瞪小眼的，不都一样嘛？所以说我还是广大网友们都叫我说，哎呦赶紧更新吧，所以我就急着回来给大家更新了，就这样。不是他爸的什么意思？什么不是他爸？不懂。你给丫头办证过境迁，办一下过境迁。对，有办了，但是还没去，慢慢来，给他办。开着去老挝，警察会刁难中国车吗？这个怎么说啊？这个，个别吧，看你怎么样了。你证件都齐全，都正常的都没关系哈。哪里兄弟？我这 C 的，一亲一口，你们这急的，今天27了，对，27了，过2-3天就过年了，所以说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支持一下，马上过年了，这也不容易。女方爸妈与女方的爸爸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他说安娜喜欢就好嘛，
对吧？妞妞和安娜站起来比一下身高。安娜爸爸不是村长，不知道应该是吧？比一下身高，站起来。你就听见。身高。到我这里，耳朵这里过。还是蛮高的哈，对吧？你爸手续，你和丫头结婚后就用他家里种地种植这种东西卖回中国。哦，懂你的意思了。我不知道他爸有没有地哦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没问呢，没有问他家底，他也没有问我的家底。老挝做什么生意？没有做生意呀，现在就拍视频，然后直播中午、下午一般都是早上和中午直一下播，今天播的晚了，播到下午了，再播一会儿就下播了，没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等一下下播了，到时候怕找不到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就要去拍视频了，每天都要更新一期视频给大家看，头发都炸了。那他爸爸蛮讲道理的，安娜喜欢就行。对，他爸没说什么，安娜她自己喜欢就行了。但是呢，有些东西呢，我知道家人们比较急，又说结婚啊，又这又那的，有些东西是要慢慢来的，细水长流。你不能说啊，见到人家啊什么漂亮啊，就要跟人家在一起，你要多了解了解嘛，对不对？要多了解嘛啊，多聊一聊嘛哈，多聊一聊那个就可以了，才能慢慢觉得合不合适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慢慢来，是挺高的。对，我1.78米，他1.65米，1.65米左右，有1.65米左右吧，1.6米到1.65米吧。该说不说，我都不喜欢你，喜欢的是丫头。我知道，大老爷们喜欢我干嘛？你喜欢安娜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说明你还是，性取向还正常的，喜欢女孩子是正常的啊。大老爷们喜欢女孩子是正常的。我一个大老爷们，你喜欢我就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那捏脚合不合适自己知道，那你脚合适自己知道吗？知道的。还有啥需要了解？只要值得你拥有，多了解嘛。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知道合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慢慢来嘛，你们都着急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讲是这合不合适？脚合不合适？脚合适。大涛大还是你大？大涛比我大一点吧，大2岁，不知道几岁忘了。应该不就慢慢谈1个月，你们在一起3个月了？没有啊，在一起拍视频才多久啊？拍视频的时候才认识他的，你想一下才多久啊？2个月都不到哦，那么急吗？你说2个月不到你就说要结婚生小孩了，这太着急了吧？没事啊，人家又没说什么，你还怕什么涨价、彩礼涨价，对吧？没有这说法的，时间久了都谈感情了，不谈钱了，知道吧？他爸说对他好就好了。喜欢男孩也对，我喜欢男孩也对啊，我有女婿，那有2种喜欢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看好的喜欢，一个是心里那种喜欢嘛。你也不要紧的，把他带回中国去就可以了，慢慢来。对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怎么认识的？就是路上碰到认识的嘛。聊天聊一聊就这样。有视频拍得很好，这谁是温州的？我是浙黑。哦，你杭州的，挺棒的。亮个粉丝灯牌，进个粉丝群可以。视频拍的挺好，我拍的不好，人家都说我拍的太短了，不够看，然后嘛又有人说拍的好烂啊，
安娜都不说。其实安娜听是听得懂一点中文，但是她不会怎么说，我还要教她，让她倒好看。Namanya? Mikon wa，不说了，这个就不说了。晚安，安安。时间长了，按道理来说慢了。待上1年，肯定1年半载。那安娜怎么认识？就是这样子，这苗子啊，给她整鲨鱼裤子比较好看。鲨鱼裤是什么样的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比较土，我都不懂这些东西。鲨鱼裤是什么？你说那种啊，语言不通，怎么了解呢？了解语言通啊，慢慢的了解手比划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平时就这样交流的，安娜哈。主要是直播间有时候不方便说，不能说太多老挝语，所以说我就只能用中文跟大家说，不能跟安娜沟通太多，沟通太多了，等下是语言识别不好就把我给抬了。多拍一点户外活动，对，就是说经常拍一些户外活动嘛。不回家过年了，不回了，已经回过了，回过1趟了，然后回去也是大眼瞪小眼，所以说就过来跟安娜那个聊聊。感谢送出的棒棒糖，谢谢。导游都没发言。你们这一天的你问一下他喜欢中国，他喜欢到中国去吗？安娜妈拜金不？妈，喜欢。喜欢。认识安娜的时候语言不通，怎么了解？我认识安娜的时候我会一点点了，只会说菩萨拜塞右塞，菩萨安，就这样。我只会说这么一点嘛，然后后面的就是用手机翻译啊，就这样。慢慢的说多了就会了，现在就不用手机翻译了。要กินข้าว啦。你就经常。哥哥姐姐们，我先回答完问题。牛牛经常只问小馒头，你和安娜结婚了吗？半手去问。没有，现在还不是男女朋友呢，对吧？你回国跟他爸妈过年没有回去，带回国还没有带回国。你和要结婚的手续了吗？没有办手续，都没有办。那你带他去，你对他一辈子后悔外国人老远了。外国人这么老远，带他去鲨鱼裤就是那种，我知道了，有一件这样子的，上次买了，直播的时候买了。你搞个商业签证，对，已经搞了，所以我就露脸了嘛，有商业签证我就露脸了嘛，更靠了。那哥哥姐姐们，今天直播就到这了，感谢榜一啊，感谢我榜一大哥啊，感谢影子哥啊，感谢影子哥。那个今天就到这了。安娜说想要吃饭了，要准备去吃饭了。我看一下晚上有空再播一下啊，哥哥姐姐们没关注，点关注啊。你问一下他喜不喜欢小木东跟你生活，问一下，问过了，他说他暂时目前的话是喜欢的马快哈，是的，是喜欢的。慢慢的，慢慢来，慢慢出。你现在可以租房，对，可以了，可以租房了，是的。欢迎啊，感谢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我那个影子哥啊，感谢影子哥送出的礼物啊，谢谢。去吃饭了，今天先播到这，然后晚上我看有空我再播啊。那今天就播到这，拜拜。应该是初中吧。扎老六路过了吗？对，刚刚路过了一下，不知道还在不在哦。老六应该不在哦。中国把彩礼发扬到国外，还没有发扬啊。不是说1亿老欧币吗？没有啊，爸爸都没提呢，是不是？都还没确定呢。什么彩不彩礼？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是彩礼，你知道吗？真不知道。那户口彩礼户口他都不知道。姑娘非常可爱，千万别错过。
欢迎啊，欢迎！感谢啊，感谢送出的春联，感谢。那也才3万多，这老六也不开播，你说扎七吗？扎七不开播啊？扎七不开播就看牛牛嘛，对不对？安娜多少？18，有福气。欢迎啊，欢迎！便宜你了，好好珍惜啊，漂亮好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扎七都掏了不少，你会不会知道？传播速度很快，没有，这边太远了，没有传播到他们这家乡吧？那么年轻，安娜18，是呗？我多大？我30了。30了，我拿5万块过来能找到，没问题呀、哥，看你要找什么样的了。安娜米到真是，在老挝哪里？窗框，对，这个搞不搞定？要搞定老丈人是吧？一共花下来10万8万，你能来回中国就不错了。要被骗，直接回过你螺丝。开车来都要啥手续？开车来都需要那个，国内的公司担保，然后老挝这边公司担保，然后呢，不要有贷款车，然后呢，必须是自己名字。感谢我扎七哥，感谢我七哥。感谢七哥。要那个手续，其实边境口岸很多那种黄牛，你过去只要你没有贷款，车子是自己的名字，没有问题，当天进当天过啊。口岸很多黄牛的，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没贷款，没有那个只要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你们俩都入境嘛？你想拍照吗？啊，你想拍照吗？你看我头发都还没洗呢，啊，不米撒碰呢，哦，不米撒碰。欢迎啊，欢迎我七哥，七叔要叫七叔。叫叔叔来听，老六还不开播，皮卡车能开过去不？皮卡车可以的，就是这边最流行的就是皮卡车，底盘一定要高啊，哥哥姐姐们啊！你想要开车过来的呢，底盘一定要高啊。像那个坦克的话，在这边的话，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没有什么地方开不过了啊。安娜认识中文吗？不认识，我会跟他讲的，在店里。我浙江温州鹿城啊，扎起来了。SUV 可以不 ？SUV 可以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说是市区的话，那就也是可以，没有什么地方过不了。如果你是双区的话，就可能有一点点地方开不了，其他都可以啊。对，皮卡车底盘高可以的，对，要越野型的可以。越野型的基本上都可以。浙江宁波的过去可以不？浙江宁波过来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全国各地过来都可以啊。感谢我本哥，感谢本哥。感谢本哥。老六带上皮皮连个线，带上皮皮连个线。路程那条件蛮好，不好，哥哥姐姐们点波关注支持一下。今天没发福袋，今天那个没有充值，忘了充值了。4寸高，牧马人能过去？牧马人没问题啊，绝对可以，越野都可以，皮卡可以，SUV 可以，SUV 市区的就没问题，双区的城市啊。普通道路都可以，但是你乡村呢？乡村的话就不行啊。
乡村的话，你双区的那种底盘低的都过不了。你也在温州上过班是吧？哦，可以啊，那点波关注嘛，哥哥姐姐们，点波关注，亮个粉丝灯牌啊！有需要来这边，有需要了解的，避免踩坑的什么的，都可以说加入粉丝团哈，我们可以拉近一点距离哈，可以互相沟通一下啊。C260啊，这个难度有点大哈，C260应该难度有点大。小孩不能。对，我会把小孩挡起来。对。乐清也是温州，对啊，是的。老婆是可以啊，播一些正能量的嘛。后面还在。不能入直播，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叫他走开。有时候你避免不了那些小朋友他会走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温州就房子多，对，温州就房子多，看不懂中文，给你们，让他给你们，给你们怕没？给你们看他们这里的冰淇淋呢？他们这冰淇淋就是拿那个色素加一点水混起来，然后放冰箱冰起来，然后皮筋一扎。中国女的太绿了，还贵，还要原装货，还不是原装货。你们是情侣吗？主播离老挝远不远？老街远不远？远。我现在在乡下呢，山里面。你开装甲车能开过去啊？牛牛卖一套可以去。这个老婆。对，这个容易拉肚子啊，容易拉肚子，没办法，你在这边只能吃这些。噻。哦，你们那边太舒服啊，我们这边冻死。对呀，这边27度，今天27度大太阳，待在家里就凉凉爽爽的。牛总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风雨，叫牛牛就好了。对，全是色素嘛，没办法。你有可能把它带过来，气候变化，对它肯定不适应的。咱国内那个它是正宗的小土豆，过去的话，到哪都是小土豆，不一定是要到东北啊。他们这边山里全都是矿，不然那些大卡车过来挖什么啊？挖那些石头，全是矿。又去接妹子啊？妹子越来越多啦，杰哥。啊？有几个漂亮的，我过去拍几期视频嘛。嘿嘿嘿。你在磨憨？明天还有3个。可以呀。都是谁找的啊？那么多。距离哥昨天赢了多少？感谢粉丝灯牌啊，感谢。等下吃了东西呢，要去刷个牙啊，戴上眼镜。肯定不是杰哥找，那必须是我。你现在主要负责招人，听说招了一个很漂亮的，一个叫娜娜的是吧？还是叫什么？叫美刀的，是不是啊？还不回浙江过年？我已经过了，回来啦。提前过了，哥哥姐姐。赢了啥？昨天亏了1000多。
你这是算谈恋爱？是要到浙江去了吗？没有到浙江去，没有到浙江去，去不了，他现在去不了。这年还提前过的，对呀，没办法，这边不过来，安娜等下被挖走怎么办？都有2个中国，都有2个中国人过来找安娜说要拍视频了呢。安娜好，宋坤坤进奥拜的妞啊，安娜拍 video 哈。安娜玩咩呀？安娜玩呀？安娜我不会说听。他说他不懂中文，跟那2个中国人说我不懂中文。还没确认，帅哥是浙江哪里的？浙江温州的。拜拜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刘总，你找2个助理，给大家玩玩。算喽。节目不就来了？可以呀，要找靠谱的哦，有些不靠谱的助理不行哦，哪有像安娜那么靠谱啊，对不对哈？安娜弟，对，挖走就亏大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听安娜说有一个人很胖，有一个人又很瘦，他说过来2个人，2个中国人。那2个人估计是杰哥前几天在老挝。等下去找刀呗，刀不直播吗？他们不直播吗？张大涛他们不直播吗？啊？懂马雷就行了，不懂中文。好的，等手续办了就给他带过去嘛，让他见识一下中国的高科技嘛哈。必须是我跟秋山不回去过年，不回去。安娜那么漂亮，挖墙角的一大堆。米坤喊安娜来呀，安娜吧，我爱你。他害羞，不好意思说。感谢送出的新春联啊！大涛好久没更新了，估计改了，是不是去吃糯米饭了？大涛比较厉害，看到了。大山在老挝，昨天刚刷到你的视频，那挺有缘分的，哥哥姐姐没点关注可以点个关注嘛，加个灯牌是吧？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对，他爸爸回来了，爸爸要去上班了，不拜毕业了，拜毕业了。拜毕业。哦。安娜多大？18。现在大多数转移版到内境，是不是？对，舞团就境内嘛。欢迎啊，欢迎！我想去安娜找老婆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在摩憨跟版纳舞团好几个。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想看跳舞的？想看跳舞的，我也叫2个过来给大家跳一跳吧啊！怎么样？中国人直播多大了？我主播多大了？主播30了，看着像30的吗？看着像不像30的？啊？跳啊，担心被抓。对，温州的，怕所以不跳啊。他爸爸要去，上班了。他爸爸
部队的，像23啊。谢谢你们说的把我说的太年轻了，我头发都炸了要。老现在跳舞随时随地抓你，办了办护照没有？还没，现在准备把他厕所修一修呢，不然那每天洗澡都搁外面，冷的一批。不太像30，像18。你困娃快去18。面部。12还说那个。12B。12B。欢迎啊，欢迎。什么兵种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队长吧？对，队长。他说听他爸说，他在这村里面想叫谁去工作就叫谁去工作，想不让谁工作不让谁工作。他爸是泰国的，知道吧？那漂亮。所以说安娜是老泰混血。在韩国看你，你在韩国看我。ตอนนี้มีคนจริงไปเกาหลีเปิง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นี่ยอยู่เกาหลีเปิง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นี่ย不惑明夜冰虎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绝对不会骗人的啊！我怕杀鸡。不惑。视频没更新啊？还没，我一般都是下午更新视频啊，今天都还没拍呢视频。在三亚看我，在中国看我的可以扣波1，在中国看我的。感谢杨开心啊，奔安娜啊，杨开心拜登你了，开心了。他爸还是个当官的，对，当官的，我也不知道多大的官啊，反正好像很厉害。主播什么？主播学什么了？怎么学就跟他聊呗。能，快ว่า有进奔快，เอาส่ง1เลยเอา到ส่ง来。哦，有进奔。在老挝看我的可以扣个2。全都是在中国看我的。对，视频是有点慢，最近刚过来，还没有调整好状态，所以说视频的更新的有点慢啊。主播距离那口岸近点，哪个关口？离哪个关口都不近，都远，特别远的那种。安娜漂亮，你困吗？安娜暗没？你在美国看我，美国现在好不好啊？安娜看中文吗？看不懂，我来给她发。